大家好，而家係健泰旅遊有限公司主播梁小姐，為呢個稻城亞丁錯帽溝九龍五衰海飛來寺芒康中邊麗江13天團嘅一個旅遊簡介嚇。行程上，我哋今年嘅出發日期咧係呢個10月嘅15號同埋10月嘅18號㗎，人數比較多，咁玩得亦都當然係比較開心嚇。行程上由呢個成都入麗江走，沿途每日睇嘅景觀都唔一樣，睇嘅景點都唔一樣，所以大家嘅心理準備就每一日都有一個驚喜，希望每一日都像明天。最緊要心理狀態方面，大家唔好抱怨，大家樂觀啲嚇，有一個總之愉快嘅心情咧，就沿途嘅景觀都好靚。第一日我哋係夜機落成都㗎，落到成都基本上就係安排入住酒店啊，有啲時間係充裕嘅，就大家都可以食下嘢啦。咁第二日嚟講，由成都我哋就會經二郎山康定進入呢一個嘅去到呢個川西高原景區嚇，開始進入呢個川西高原景區。咁呢日嚟講亦都冇咩太大嘅特別啦。咁二郎山隧道啊、滷定啊、經過嘅地方啊、大渡河嘅峽谷啊，啱光線、啱位、啱安全情況下，都會停車俾大家去影下相嘅。第3日我哋康定，我哋會安排上去呢個木格賽影呢個嘅秋色啦。咁然之後經過折多山，會進入呢一個嘅新都橋。新都橋之後，我哋會經翻呢個雞醜山，就去翻呢一個叫做九龍嘅地方。九龍啊，唔係香港隔離嗰個，係五衰海嘅一個地方。咁嗰度嚟講，屬於呢個以前古時嘅茶馬古道必經嘅地方。第4日係我哋行程嘅其中一個主打，九龍嘅五衰海。五衰海自然保護區，一定係朝頭早入去嘅一個地方。五衰海嚟講，你又睇唔睇到景點呢？我哋曾經都見過一輯嘅攝影集，係林精華先生影出嚟，非常之靚。但係要留意翻就係、林精華老師喺嗰度咧用咗3年時間影嘅一輯相咧，你用咗3個鐘咧，影到就係你好運，影唔到就應該。所以大家抱住一個平常心，呢個景點大家感受下五衰海嘅一個寧靜美咧，係亦都非常之好㗎。影完之後咧，下晝我哋就會出翻去呢個新都橋，沿途當然經過嘅雞首山啊、溪谷啊、花草啊呢啲嘅草甸啊、民居啊，中間可以停車嘅地方都會停俾大家影下相㗎。第5日屬於行程上面都比較辛苦嘅一日啦。由新都橋經過雅江，再經過呢個世界高城理塘，然之後進入呢個稻城景區。呢個係去翻呢個稻城縣城嘅，稻城縣城。縣城嚟講，而家亦都係非常之發達。據聞呢，準備亦都喺稻城開個機場。開完機場之後呢，入亞丁景區就係一個非常之混亂。所以大家今年能夠去呢個地方，唔好等佢開咗機場呢，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做法嚟㗎。第6日啦，我哋就會由稻城朝頭早出嚟，就經日雅鄉進入龍龍壩。呢個時間其實比較鬆動嘅，會建議大家朝頭早我哋可以影咗呢個稻城嘅楊樹林嘅日出，一個萬畝楊樹林係非常之靚嘅一個景觀。沿途再經過地方一路行一路影，進入呢個日雅鄉。中午打後時間呢，去到呢個龍龍壩景區。去到景區有時間嘅，我會建議大家係開始進入呢一個，因為已經入咗亞丁自然景區裏邊，龍龍壩係喺呢個亞丁村嘅村口。我哋嗰日其實下晝已經可以入去，可以先去呢個珍珠海啦、沖古寺啦嗰一帶咧，就影下佢呢一個嘅晚霞嘅秋色。第7日係成個行程裏邊嘅其中一個嘅主打嘅日期啦。我哋最有體力嘅朋友可以2點鐘行4個鐘頭上山，2點鐘行個4個鐘頭上山，上到去邊呢？就上到去呢一個樂涌牛場，就等影呢個叫做央萬用嘅日照金山，係一個非常之靚嘅景觀嚟㗎。影完嗰個日照金山之後呢，仲要喺上面大概等1個鐘頭到啦，先至成個地光晒，繼續喺嗰邊影相。有啲朋友哇2點鐘真係嚇死你。第二個選擇可以係5點鐘。5點鐘需唔需要行路上山呢？暫時嚟講，你預咗要行先啦，因為未必可以提早 book 到呢個馬車啊，或者 book 到呢一個嘅環保車。到時睇翻情況安排啦。你預佢要行上去的話呢，其實你話我唔行到去呢一個嘅樂涌牛場咁遠啦。其實你可以行到呢個珍珠海，就影呢個叫做鮮奶日嘅湖光倒照嘅一個日出，一個日照呢，亦都係非常之靚。朝頭早影呢一個鮮奶日嘅倒照呢，光線亦都係最啱嘅時間嚟嘅，所以大家唔使擔心。影完呢度之後，先至再行上去呢一個嘅樂涌牛場，亦都係非常之好。呢條線嚟講，其實沿途呢已經有呢一個嘅環保車道。而由龍龍壩去到呢個稻城，去到呢個沖古寺呢，以前係騎馬嘅。今年講緊就話喺呢個11之前就趕一條嘅環保車道開到入去呢，暫時未知個結果嚇，你預住冇先啦。
咁啊馬幫而家有冇咧？話俾你聽，馬幫亦都已經撤出啦。咁所以呢段路咧，其實就一定要行嘅，一定要行。咁啊行到入去之後，咁啊由呢個涌浦子，你想再坐環保車入去樂雍牛場，亦都冇問題。咁我建議當然係其實最好行上去啦，一路行一路影，一路行一路影先睇到個景觀。反而你影完之後差唔多時間啦，坐翻環保車出嚟咧，咁我會覺得係比較好啲嘅。咁當然預翻鬆啲時間，連嗰轉都唔好坐啦，慢慢由一路行影翻出嚟，倒翻轉睇嘅景觀咧，同大家直望睇嘅咧，其實係好有分別嘅。等於我哋成日都話過咗景點翻轉頭揾咧，揾唔翻嗰個位，就揾到另外其他位。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嘅建議嚇，大家可以睇下到時自己嗰個體力上嘅安排啦。咁嗰日嚟講，我哋行完亞丁景區之後，我哋住翻出去仁雅鄉嘅，咁啊可以大概你預佢5點鐘到啦，5點零鐘出翻到呢個景區先至出去仁雅鄉咧，時間方面亦都係充裕㗎。咁而第8日由呢個仁雅鄉經過稻城，經過理塘，咁我哋就會喺理塘嗰邊會行一個叫長青春科義寺啦。咁屬於世界高城理塘上面嘅一個藏族嘅寺廟。咁啊寺廟嘅規模非常之宏偉嚇，喺一個山頂上邊。雖然個山唔係好斜，但因為本身理塘已經係喺4000海拔嘅地方咧，咁所以相應嚟講就會覺得嗰個寺廟亦都係更加之高啦。上到寺廟嘅頂咧，係可以望晒成個高原理塘呢一個嘅世界高城嘅成個面貌，咁亦都非常之靚。下晝嚟講，再經過呢個海子山，會進入呢一個嘅巴塘地方。咁而第9日咧，就係我哋行程上面嘅另外一個主打啦。巴塘我哋會去呢個叫錯埔溝嘅自然景區1日。錯埔溝咁過嚟講咧，跟住夜晚咧，我哋會翻出去呢個芒康，經過西藏自治區嘅芒康。咁呢日錯埔溝咧，大家需要留意啦。景區非常之大，入邊有冇嘢食咧？係冇嘢食㗎。咁會唔會安排路餐俾大家入去食咧？其實就唔太主張啦，因為嗰邊物資亦都比較短缺。咁過嚟講，可能會影完相晏少少出翻嚟食中午飯。所謂晏少少，晏到幾點？大概你要3點鐘到，3點鐘。咁中間可能你又食完早餐入去嗰3點鐘，你實情就體力負荷唔到嘅咧，咁唔該自己帶翻少少嘢食，帶翻啲補充能量嘅嘢，例如一啲嘅能量嘅食物條啦，或者一啲嘅朱古力啊，或者呢個德力素葡萄糖啊，各類，總之可以補充體力嘅，其實都會建議大家可以食用呢啲，亦都唔需要帶得太多，因為大家喺呢啲地方一路行一路影緊相，高原地方亦都唔主張大家食得太飽嚇。中午晏少少3點出翻嚟食完飯之後咧，咁我哋就會過呢個芒康。芒康已經係屬於呢個西藏自治區啦。之前我哋行緊係屬於四川省嘅，四川省開始進入西藏嘅芒康之後再經鹽井就出翻呢個雲南省嘅中甸縣，即係香格里拉縣就會去到呢個飛來寺。咁啊時間上第10日，如果可以的話，中間把握得好嘅咧，咁亦都可以喺飛來寺影呢個梅里雪山嘅日落。梅里雪山日落，第11日我哋亦都會影呢個梅里雪山嘅日出啦。咁然之後會經翻呢個德欽，經過呢個白芒雪山、賓子蘭伏龍橋，翻去呢個中甸縣即係香格里拉嘅縣城。咁呢日嚟講車程唔係太長，咁所以中間停車嘅地方啊，或者大家影日出嘅地方時間啊，亦都可以係比較鬆裕一啲啦。咁啊，大家可以輕鬆啲。第12日我哋就由呢個中甸縣係由參觀呢個虎跳峽，就落翻呢個麗江縣城。咁當然啦，虎跳峽可能好多朋友都話去過咯喎，呢個景點好普通嘅啫喎。咁但係你由中甸落麗江時間上可以經過唔停嘅咧，有啲朋友可能話：我未去過喎，我就順便呢次去埋，咁所以都必須要停嘅。咁如果去過嘅朋友，咪係咁一行下，到此一遊簽個名啦嚇。咁如果未去過嘅朋友咧，就可以多啲留意一下啦。咁啊，虎跳峽呢個景區而家咧已經係整到同以前我哋去嘅一嚿大石喺下邊已經唔一樣啦，出邊係整咗個行出去嘅玻璃道，即係似大家咩尼瓜拉瓜大峽谷未有條嘅玻璃道行出去咧，佢都整咗呢樣嘢。咁大家到時去到咧，新舊朋友無論去過未呢個地方，都可以花啲時間行落去睇下，而家改到嗰個景觀有幾現代化嚇。咁啊夜晚嚟講，我哋住喺呢個嘅麗江縣城啦。咁啊夜晚嚟講，大家有興趣嘅，其實都可以夜遊出去行下呢個地方睇下啦。而第13日，我哋喺麗江係有大半日嘅時間，因為我哋航機係下晝4點3嘅。上晝嚟講，我哋會安排去呢個束河古村啦，咁啊屬於麗江納西族嘅一個古舊村落嚇。咁但係而家嚟講都比較上旅遊已經係開發咗咧，咁啊呢度嚟講咧，亦都比較開始有少少嘅商業化，龍鴨盞啊呢啲比較即係具呢一個古廟配合嘅明星咧已經出嚟㗎啦。下晝會建議大家可以喺大型古城裏邊行下。咁好多時啲朋友話大型古城其實冇乜嘢行，咁最主要嚟講就係因為你淨係喺個四方街嗰度，
咁如果你喺四方街，其實可以再向右行少少，出咗四方街嘅範圍，一路向裏面行咧，其實就已經係古城嘅面貌嚟㗎啦。有朋友又驚啦，行咗入去我唔識出翻嚟，咁點算？成個迷宮咁，沿翻水道向上游，就自然出翻呢個大研古城門口個水車嗰度，係一個非常之最簡單嘅方法。沿住水道，總之你行錯方向，行到邊都好，沿住水道一路揾翻條路出嚟咧，就自然可以揾到條路㗎啦。行程上大致就係咁樣啦。咁相信大家報名嘅時間都攆過晒個行程，睇過晒。咁中間有啲咩特別情況咧？咁其實呢條線大家最緊要留意嘅就係一個叫做高山反應啦。咁凡係去到一啲嘅高原海拔嘅地方，大家都會比較擔心嘅。咁我哋嘅路線由麗江嗰度出咧，around 都係喺呢個3-4千米之間嘅活動。咁會建議大家其實最好係食定一啲嘅預防藥。因為對身體或者呢個心理生理上咧都係一個比較好嘅一個狀態嚟㗎。咁香港嚟講比較流行嘅一隻叫 Diamox，D-I-A-M-O-X， Diamox。本身呢隻藥咧係醫青光眼嘅，咁佢嘅作用咧令你降壓嘅作用就會排水，排水就係利尿。咁如果腎臟有問題嘅朋友就千祈唔好食啦。咁好多朋友話出發前食嘅咧就會覺得有少少嘅，特別係女士啊，有啲手臂腳臂嘅情況出現。咁一上到高海拔咧，呢啲情況就會消退晒。咁亦都唔建議大家話早3日前、4日前咁誇張啦。嗰朝落地嗰日出發落到麗江都係2000幾海拔嘅啫。咁其實你話嗰朝食或者嗰日夜晚去到麗江食咧，基本上係絕對冇問題嘅。基本上冇問題嘅。咁建議大家可以去到麗江先食。當然啦，另外仲有其他嘅一個叫山嘅田七粉，咁比較上都流行食嘅，因為田七咧就亦都有行氣活血嘅作用。咁坐得車長程咧，咁有呢啲嘅藥粉食咗咧，咁亦都有個即係嗰個血氣就流得比較好啲。咁呢啲藥嚟講咧，就講緊大家可以去翻裕華嗰啲嘅國貨公司度睇啦。要睇翻個田七粉嘅含量係超過90%嘅，先至為之正宗嚇，亦都先為之有咁嘅作用。其次嚟講，仲有一隻叫高原安，高原安就屬於內地嘅一隻中藥嚟嘅，咁屬於一個心臟藥。食咗呢隻藥咧，係即時係心臟部分嘅血管係會擴張，咁令到血液流得快咗，咁大家嘅高山反應嘅情況咧亦都會舒緩咗。咁有一隻叫紅景天，大家都比較熟，咁呢隻藥係絕對唔實質大家去食嘅，因為紅景天對於呢個預防呢個高山症係一啲反應都冇，咁所以即係話，如果你食咗你本身冇事，就食唔食都冇事；你本身有事就食咗紅景天都有事。OK， 明啊嘛？咁其實我哋自己建議咧大家。對於高山反應呢啲嘅地方、高原嘅地方咧，最好係飲多啲水，多啲落地行，動作慢翻少少。朝頭早出嚟嘅時間，飲完一杯大水先至出嚟，係會比較好嘅。夜晚瞓覺嘅時間，無論間房有幾凍都好，開翻少少窗，等個空氣有個流通，因為房入邊充斥住嘅咧，都係一啲嘅二氧化碳嘅廢氣，開翻少少窗。沖涼嘅時間最好係動作稍為快啲，就唔好咪咪摸摸成個鐘先出嚟啦。啲熱水亦都唔能夠供應到咁耐俾你，大概5分鐘、10分鐘到沖完就好出嚟啦。咁沖涼嘅時候最好個門咧，大家同房式嘅，開翻少少門啦，方便萬一即係唔好摔死個人，方便萬一有啲咩突發情況咧，都可以人入到嚟。OK， 飲多啲水啦，同埋瞓覺要充足啲啦，唔好太擔心呢啲地方，即係知道有高山反應呢樣嘢，咁只要你係冇心臟病、高血壓咧，其實一路 keep 住食預防藥咧，對呢啲地方咧係冇乜問題㗎。咁我哋亦都預備咗一份嘅叫做嘅旅遊嘅一個攻略專貨呢一個稻城亞丁同埋金枝洲沿途嘅地區。咁地區嚟講，其實就屬於呢個藏區嘅地方藏區嘅地方，金枝藏就自治州。咁藏區嘅人咧嗰邊嘅百姓咧比較直率嘅。講嘢比較粗氣啲、豪氣啲，但係絕對係一個友善嘅，咁所以大家就唔需要太緊張嘅一個狀態下去傾偈咁可以友善啲，但當然啦，自己嘅隨身物品都係需要自己去保護嘅。咁呢條線亦都需要啦，有啲嘅必須要帶嘅手電筒、行山杖係必須要嘅，特別係大家行呢個錯埔溝、行呢個稻城亞丁、行呢個明永冰川呢幾個景點咧，大家係必須要用嘅。唔好諗住三腳架可以幫到你，咁好多朋友翻嚟嘅 feedback 都係話啦，三腳架拉出嚟最尾嗰橛咧，其實右腳用三腳架嚟當行山杖去行咧，萬一斷咗咧咁你千幾蚊就冇啦，行山杖買支都可能係講緊幾百蚊嘅啫。咁大家要留意翻呢樣嘢。其次就係呢一個嘅牙膏、牙刷洗頭水、護髮素沐浴露呢啲咧，其實各方面嘅嘢其實都全部都要自己預備一下㗎啦。行程上大家需要帶啲咩嘅攝影嘅器材咧？咁其實
可以的話咧，我都會建議盡量帶多少少。廣角可能影1、2個大 shot 嘅，咁啊長鏡其實用嘅機會率亦都非常之高，因為大家有啲位置係比較遠挑嘅，我想影個日照金山嘅，我想影個梅里線山日出嘅，基本上冇可能用長鏡大家都需要留意啦。咁用相機之餘，最緊要我需要提你哋嘅咧就係個電芯，高原海拔低溫嘅地方咧，電芯係冇咁襟用嘅，講緊係原裝電啊，代用電就更加問都唔使問㗎啦。每一晚翻到酒店係必須要叉電，就唔好諗住今日冇咩影，聽日夠用，聽日要用嘅時間就係一粒電都冇，得翻格電都冇咧，嗰陣時個影響就好大啦。凡係攝影團咩冇得借咧，乜都有得借，除咗電芯。OK， 大家需要留意啦。裝備方面呢個行程裏邊，我哋會建議大家帶一個細嘅背囊啦，有陣時我嚟擺少少嘢食啊，或者係擺支水啊咁樣嘅，咁或者咩背囊可能已經有個相機背囊，咁帶一個腰包，總之時間都預備一樣，但係就唔好抽住個膠袋抽住個膠袋有陣時都好容易掉咁啲嘢嘅。咁仲有呢個着衫方面，大家都比較需要擔心㗎啦。溫差有幾多？可以話俾你聽，亞丁景區入邊係-5至到20。-5至20，特別係凌晨2點鐘出嚟嘅時間，肯定有-5。朝頭早你袋住支礦泉水樽上到去，諗住話影完飲支水咧，成支水變咗冰嘅。咁日頭去到20度，咁你服裝方面可以點樣做咧？我哋經常都建議客人咧係一個叫洋葱式嘅着法，一浸一浸除得嘅，就唔好一着一件羽絨入邊就係單調一件背心，咁你一除咗就凍死你。一着咗又熱死你咁最好係一浸一浸 fleece 加內膽咧係比較好啲嘅。咁當然啦，你話我冇淨係得件厚嘅 fleece 冇內膽嘅，唔緊要。你譬如加翻件嘅冷背心啦，或者加件薄嘅羽絨嘅背心啦，咁其實都好嘅。棉嘅內衣最好係排汗性比較強嘅，跟住就一件畫毛嘅衞衣，之後咧就係呢一個嘅背心，咁fleece 有內膽。頸巾、手套呢啲其實都必備嘅啦。咁最好係帶翻一個嘅有帽啦，或者一啲嘅毛巾式，即係俾個保護頭套嘅。有陣時凍起上嚟咧，有得保住個頭咧，令到個頭唔會咁容易冷親、凍親咧。咁其實都係一個比較好嘅方法咁仲有最緊要咧，就帶一支嘅帶個細嘅暖水壺。有陣時朝頭早出嚟影日出嘅時間或者有陣時喺啲凍嘅地方咧，飲一啖嘅暖水咧，係令到成個人嘅身體咧係比起食粒藥還要起到作用嘅。OK， 咁就呢個必須要帶嘅就係頭燈或者係手電筒啦。咁當然帶頭燈會方便啲，因為大家半夜行山，特別行上亞丁嘅時間咧，有個頭燈咧，你可以騰出雙手嚟行下、扶下、拎下嘢。如果揸住啲電筒咧，有陣時始終就係冇咁方便啦。咁當然啦，行上嘅時間其實行下，大家習慣咗沿住嗰條咧屬於嘅環保車道行上去咧，就唔會有太大嘅，即係唔係行緊啲山路咁安全性亦都係比較高嘅，大家可以放心下。咁手電筒嚟講，其實都必須要用到，就係萬一呢啲沿途嘅地方嘅酒店咧，好多時半夜都會有停電嘅情況發生嘅。擺定支手電筒喺個床頭，萬一半夜熄咗燈嘅時間咧，咁都仲有可以照下明嘅作用咁同埋咧都留意翻，大家最好帶件方面嚟講咧，最好係一個轉插蘇頭，都係220嘅啦，同一個樣，一個轉插蘇頭，跟住打一個6個頭嘅拖板，放翻2個人用嘅。咁你啲相機電芯可能帶咗電話，帶咗 movie 或者帶咗部碌哥去，咁其實都需要用到叉電嘅。咁有個拖板去做叉電咧，就同一時間所有電都可以同一時間叉晒，就唔使話半夜起身又整一樣，或者半夜一停電咧，你就所有嘢都冇得叉。咁拖板嚟講最好咧，我都提翻大家預備一盞，起碼個拖板有一盞嘅顯示燈，方便大家夜晚瞓落床嗰啲啪熄晒所有掣嘅時間，都望到盞顯示燈係着緊，即係大家係叉緊電嘅。半夜起身見盞顯示燈熄咗咯，你即係停電咯，停電就繼續瞓啦，就唔使係咪停電左搞右搞，搞完一大輪咧都唔知為乜咁呢樣嘢大家都可以預備一下㗎。咁行程上咧都要留意翻啦。真係比較多日出嘅時間啦，日落都盡量都雖然話喺山區裏邊咁但係好多時都係啲高位梅里雪山呢啲可能都會影得比較夜辛苦嘅。咁大家盡量自己就帶多少少嘅嘢食啦，預備係中途食飯時間唔係咁準時嘅時間咧，就可以作為一個嘅食物嘅用途咁仲有啦，咁我哋都呢個行程咧就預備咗2張嘅呢個嘅出團須知嘅呢個旅遊攻略，咁亦都會喺呢個茶會上或者唔嚟茶會嘅朋友，我哋都會 email 俾佢㗎，唔需要太擔心最緊要抱住一個輕鬆愉快嘅心情去迎接呢個旅程。好，多謝晒，得啦。